呢個世界有一種嘢唔會要你條命，但可以瞬間凝固身邊所有空氣，令人即刻想轉身走佬，落荒而逃。佢唔係頑疾，我幫佢起咗個名，叫做長輩嘅霧氣之網。引爆呢張網超級簡單，淨係需要開口吐出4個字。當年我啊，呢4個字絕對係現代社交入面頂級嘅自毀武器。大家回想下家庭聚會係咪永遠都有呢個畫面呢？一位長輩坐得筆直，對住滿台後輩，好似發表就職演說一樣長篇大論，眼神睇落好威嚴，其實眼底深處係深深嘅無助同空虛。而旁邊嘅後生仔呢，叉燒先啱上台，熱氣騰騰，但成桌氣氛凍到結冰，個手指喺手機上面飛速碌屏。個星期肉身俾孝道困住喺張椅度，靈魂早就飛咗去九霄雲外。呢個就係最典型嘅中老年社交自殺。同樣係長輩，點解有人一坐低，成班後生即刻圍過嚟傾偈？唔係因為佢有錢，而係因為佢好玩、夠通透、冇架子。佢同後生傾偈，從來唔係講60、70年代叉燒賣幾錢一斤，舊時幾辛苦。佢會同你傾新開嘅料理店最新嘅 AI 玩法。而家年輕人嘅潮流喺呢種氣場入面根本冇代溝，正奇淨係得共鳴。太多人一過50，一退休就親手將自己塞入一副隱形嘅生命棺材，只係個蓋未合上啫。佢哋覺得人生黃金時代已經過晒，剩低落嘅日子就係不斷重播舊日嘅回憶，日日靠我當年好犀利嚟掩蓋當下嘅蒼白同無力。但我想講，此時此刻先係你人生最好嘅時光。啲今日唔活得精彩，難道要等明日死神上門？從來唔會提前通知你。等得起時間，絕對唔等你衰老。從來都唔係生理問題，而係心理同社交問題。OK， 你可以肉身老去，容顏衰退，但千祈唔好活成令人避之則吉嘅社交污染源。點解長輩總係中意講？當年發展心理學家埃里克森講過，人到晚年會進入自我整合與絕望嘅人生階段。回望一生，如果覺得一事無成、虛度光陰，內心就會陷入深層絕望。呢個時候，大腦會啟動自我防禦機制，逼住你不斷翻出自己最風光、最輝煌嘅往事，當係止痛藥。講得直白啲呢，就係食老本，係不斷透支後輩對你嘅敬畏同尊重。同一個故事，星期第一次聽係傳奇，第二次聽係歷史，第三次聽係噪音，第四次就係精神折磨後生仔想睇嘅。唔係你過往歲月入面嘅輝煌兵馬俑，而係你呢個老人家。星期而家仲有冇活力，仲有好奇心，眼裏仲有冇一團火？如果你一開口就係細數當年付出，索要人情回報，呢啲根本唔係親情，而係一場用過去嘅辛苦先期兌換而家特權嘅自私交易。唔好話後生薄情，從進化角度嚟講，下一代必須向前望、向前行，社會資源先可以持續流轉進步。星期你硬要佢哋背起你沉重嘅過往包袱，佢哋唯一嘅本能就係甩掉包袱，奮力向前。所以中老年人想活得體面、受人歡迎，星期首先要將自己從一本蒙晒灰嘅舊歷史書變成一本日日更新、緊跟潮流嘅新雜誌。如果你想人生下半場唔會變成一座孤島，一定要避開中老年3大社交地雷，而踩中一個，身邊人就會慢慢疏遠你。3個全部踩中，恭喜你直接解鎖通往終身孤獨嘅單程票，冇得回頭。第一，唔講病見面，第一句千祈唔好係我隻腳又痛，我呢排周身唔舒服聚會，係為咗開心聯誼，唔係嚟聽你報病歷接收負能量。你日日不停販賣病痛訴苦呻吟，本質係想逼住所有人圍住你轉，靠博取同情刷存在感。久而久之，你身上會散發出一股揮之不去嘅怨氣。邊期人人都想避開，邊個年紀大咗，身體冇損耗，邊個冇病痛？真正優雅通透嘅人，從來唔會將病痛掛喺口邊。身體唔舒服就去睇醫生，好好調理。
星期呢啲係私人嘢，唔係博取同情嘅籌碼。同情呢樣嘢係最廉價嘅垃圾食品，幫唔到你，救唔到你，能量永遠守恆。你釋放幾多負能量，就會推開幾多真心人。我識一位老友，日日打電話同個仔話自己血壓高、血糖高、周身病痛。講到最後，個仔一聽到佢電話響就心慌，索性搬去外地住星期，連過年都唔想返屋企。後來我勸佢以後同仔女見面食飯，正係傾美食、傾股票、傾點樣調劑生活、享受人生。冇過幾耐，個仔反而主動帶住孫仔返嚟陪佢。肉身衰老係自然規律，無人能免，但精神一定要清爽乾淨，千祈唔好將自己活成一部移動嘅負能量輻射機。第二，既唔講窮，日日開口閉口話冇錢，抱怨世道艱難，話自己命苦，呢種心智貧窮遠比物質貧窮可怕10000倍。行為經濟學有個稀缺心態，會嚟長期匱乏焦慮嘅心態會霸佔你所有思維帶寬，令你眼界越嚟越窄，決策越嚟越錯。中意哭窮嘅人大多唔係真係生活拮據，而係想靠年紀同可憐勒索別人嘅同情同遷就。能量場永遠同質相吸，你日日展示匱乏抱怨負能量，吸引到嘅只係同樣滿腹牢騷嘅人，就連至親都會慢慢遠離。後生仔聽到長輩哭窮，第一反應從來唔係同情，而係驚恐。佢哋會擔心你轉頭就開口借錢，擔心自己要承擔你嘅生活壓力，變成你永遠嘅負擔。一旦俾人貼咗失敗者負能量嘅標籤，你喺所有人心中嘅地位就徹底落晒。世界好現實，你越話自己唔得，你就越係唔得。與其日日抱怨冇錢運氣差，不如沉澱自己，令自己變得值錢。你幾十年嘅人生閱歷，識人處事嘅智慧，面對風浪嘅從容淡定，星期全部都係頂級嘅社交資本。你根本唔窮，你直頭係人生大富翁。明明衣食無憂，生活安穩，仲日日扮可憐賣慘哭，窮不止核突，B 更加係對自己生命嘅極大不尊重。第三，唔教訓人。好多長輩天生覺得自己嘅人生經驗係金科玉律，永遠啱。星期睇唔慣後生染髮，唔中意人哋跳槽，唔認同晚婚，唔理解年輕人嘅生活方式，一坐低食飯就開批判大會，句句說教。但你嗰套老舊觀念，早就屬於過時嘅舊時代。以前一份工做30年叫忠誠，而家可能係固步自封，失去競爭力。以前唔生育叫不正常，而家係清醒負責。攞明朝嘅劍斬清朝嘅官根本唔合時宜，只會惹人反感。你越係好為人師，強行說教，後生就越係抗拒，越係疏離。呢啲唔係溝通，呢期係居高臨下嘅強權輸出。晚年最高級最體面嘅姿態就係4個字：懂得收聲，唔主動說教，唔強行灌輸。後生反而會對你好奇，主動請教。佢問星期你先講，呢叫分享智慧。佢唔問你硬塞，呢叫言語壓迫。收口守靜，多聽少說，永遠比滔滔不絕更高貴，更有格局。我見過最尷尬嘅一幕，有個長輩喺女仔大學畢業典禮上台發言，通篇冇一句祝賀，冇一句讚美，全程都係教訓提點要求，教人不二孝要點樣努力，點樣戒驕戒躁，點樣做人做事呢？當場全場氣氛瞬間凝固，個女仔企喺台上面，黑個鍋底，尷尬到極致。你以為係為佢好係負責任？喺晚輩眼中，你只係一個唔識變通、令人厭煩嘅長輩，活出人生鮮味，由舊歷史書變成新潮雜誌年輕人嘅世界，永遠追住新鮮感、流量同未來。你當年嘅成功學舊時嘅吃苦經驗放到而家，可能連3歲細路都束縛唔到。你越係強調當年幾辛苦幾厲害，星期後生越會覺得你嘅舊路徑而家根本複製唔到，毫無參考價值。呢個就好似你攞住90年代嘅黑白諾基亞，同人哋最新嘅智能手機炫耀，可以玩貪吃蛇，人哋唔會羨慕，只會心生憐憫。唔係啦，你當年唔偉大，而係你嘅思維同眼界。
已經過時真正受人歡迎、人人願意親近嘅長輩。星期會將自己活成一套實時更新嘅人生系統，會主動問後生新軟件點用、新潮流係咩、邊度有好嘢玩、邊個 live house 值得去。唔單止問星期，仲會主動去體驗、去嘗試融入年輕人嘅世界。呢啲唔係討好，而係對生命最大嘅熱愛同尊重。新鮮上岸嘅海鮮即刻蒸熟，先有清甜爽口嘅鮮味，擺入雪櫃冷藏半年，就算唔會壞，都徹底流失原本嘅靈魂味道。煮出嚟仲要落大量薑蔥辟味，先壓得住陣。死氣人生狀態都係一樣，成日沉迷過去固步自封，人就會發羞變老氣，眼神會混濁，話題會發霉，氣場會沉滯，成個人就似一台幾年冇清洗嘅舊雪櫃，滿身霧氣。而後生敏感度極高，一聞到呢種死氣沉沉嘅氣場，本能就想逃離，想守住人生嘅鮮味，就要將自己放入流動嘅活水之中，接收最新嘅資訊，接納最新嘅活法。有人會反駁：我要湊孫膝頭哥痛，冇錢冇時間，點樣去玩新鮮嘢？呢個諗法本身就係最大嘅誤區。好玩、通透、年輕係一種心智模式，根本唔使使錢。見到後生玩滑板、玩新潮嘢，你唔使親自上陣，淨係需要笑着問一句：呢個動作難唔難？練咗幾耐？就呢一句已經輕鬆打破世代鴻溝，零成本拉近關係。好奇心係免費嘅，亦都係抵抗衰老唯一嘅特效藥。冇好奇心嘅人，30歲靈魂已經入土，守住好奇心嘅人，星期80歲依然係熱愛探索嘅冒險家。去旅行仲敢唔敢背起背包住青年旅社，同世界各地嘅後生暢所欲言、吹水聊天？呢啲全部都唔使大錢。星期需要嘅只係你願意放低長輩嘅架子，放下固執嘅身段，傾聽先係社交最高境界。我哋要學會蛻變，從一台不停外放喋喋不休嘅老式大喇叭，變成一台高質量懂接收善傾聽嘅全頻段接收器。好多長輩一坐低就講個不停，根本唔俾人插嘴，因為佢哋怕安靜、怕空白、短暫嘅沉默。星期就似一面鏡子，會殘忍照出自己當下生活嘅空虛同寂寞，所以先會不停用廢話填滿空氣，欺騙自己，都欺騙別人，證明自己仲有存在感。真正內心強大、活得通透嘅人，永遠安於沉默，懂得用眼神點頭回應別人，穩穩接住對方嘅情緒同說話。後生受咗委屈，遇到挫折同你傾訴，千祈唔好一開口就係你哋呢代人太嬌氣、太玻璃心。當年我呢句說話一出溝通嘅大門，即刻俾你親手鎖死。你要做嘅，先係全心傾聽，做一個包容嘅情緒容器，輕輕附和一句：呢件事確實好難受、好委屈。等佢徹底宣洩完情緒，主動問你意見，你先簡潔通透，唔帶說教，咁分享一兩句心得，好似輕輕放一粒糖喺台面，等佢自己主動拆開品嘗。呢先係頂級嘅處世智慧。唔講病，氣場清爽乾淨；唔講窮，人生姿態高貴從容；唔教訓人，人緣越嚟越廣。唔話當年靈魂永遠鮮活年輕，保持好奇，人生日日有鮮味。懂得傾聽，星期就係眾人嘅精神充電寶。收到呢個境界，你唔需要刻意討好任何人啊！後生自然會主動圍埋你，約你相聚自嘲，係最高級嘅幽默。呢個世界好現實，好功利，你有價值先會成為焦點啦。你冇價值，只會俾人淡忘。而中老年人最高級、最稀缺嘅價值，星期從來唔係存款入面嘅數字，而係你能夠提供嘅情緒價值。有趣、豁達、通透、溫柔，先係新時代最硬通嘅社交貨幣。人生下半場一定要學識斷捨離，捨棄嘅唔止係屋企入面嘅雜物，更要捨棄我係長輩，所有人都要聽我嘅傲慢同執念。冇人規定年紀大就必須得到所有人嘅尊重。
尊重從來唔係靠歲數乞討翻嚟，係靠德行、格局、智慧一點一滴賺翻嚟嘅。你唔去經營自己、提升自己，反而仗住年紀索取特權、強行說教、到處訴苦，最後只會活成人人嫌棄嘅老不羞，越老越可悲，越老越孤獨。人生走到盡頭，物質財富一分一毫都帶唔走，能夠帶走嘅只有心中嘅美好回憶，星期能夠留低嘅只有溫暖有趣嘅人生故事。不妨靜靜諗下，你希望多年以後，後輩企喺你靈前，面無表情咁話呢位長輩好辛苦、好偉大，星期然後各自低頭玩手機，定係希望佢哋揸住你最中意嘅酒，圍住你笑着回憶你生前嘅趣事，被你治癒嘅時光。呢啲帶住淚水嘅歡笑，溫暖嘅懷念，先係你留俾世間最珍貴、最偉大嘅遺產呢，就係我講嘅笑看人生。所謂笑看風雲，唔係叫你扮小丑取悅別人，而係餘生每一日面對每一個人都能用自己嘅人格魅力帶給別人溫暖同笑容。你嘅存在應該係一場精彩治癒嘅人生喜劇，而唔係苦大仇深、滿身怨氣嘅悲劇。太多人50、60歲就急住替自己寫墓誌銘貼滿退休等死、人生落寞嘅負面標籤，仲要攞住長輩嘅身份特權，要求所有人遷就自己、包容自己嘅負能量，聽自己訴苦抱怨。佢哋永遠唔明白世間規則從來簡單樸素，等價交換。你想收穫快樂，星期首先要懂得輸出快樂；你想得到晚輩嘅尊重，首先要懂得尊重後生嘅世界。成日將我掛喺後邊，念住自己當年風光，抱怨自己而家病痛，計較自己過往付出，呢份執念就係世上最重嘅石頭，綁住你嘅人生，只會令你快速沉入孤獨嘅深海。人到晚年，一定要學懂放低固執嘅自我。當你真正放下執念，放下架子，先會發現原來天地咁大，年輕人嘅世界咁有趣，咁有創意。人生下半場，星期唔需要永遠霸佔舞台中央做主角，安安靜靜坐喺一旁為人哋鼓掌，為人哋喝彩，一樣可以收穫滿滿嘅快樂同滿足。無論幾多歲，都要保留一分招積嘅底氣，唔係年輕時嘅風流往事，而係胸膛裏面永遠唔會熄滅嘅生命力。入茶餐廳，仲敢唔敢點一份從未試過嘅創新甜品？見到新奇菜式，雙眼仲會唔會發光，充滿期待？見到染粉色頭髮嘅後生，你係會皺眉評判，定係笑着請教，願意接納新事物？從高高在上嘅審判者變成溫柔包容嘅讚美者，呢一步轉變足以粉碎你幾十年累積嘅傲氣同固執。你經歷過嘅歲月唔代表你掌握所有真理。年輕人探索嘅新世界絕對唔係離經叛道，世界從來唔係非黑即白。你舊時嗰台滿雪花嘅舊電視早就升級成超清大屏新時代，千祈唔好抱住舊回憶、舊觀念唔放。星期仲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先係經典，唔係時代拋棄咗你，係你自己困住咗自己。喺肉體衰老之前，盡全力令自己活得有趣、通透鮮活。有趣從來唔係識得講笑話，而係面對無常人生嘅高級心態。係80歲依然期待明日嘅朝陽，係血管裏面永遠澎湃住生生不息嘅力量。睇一個人揀嘢食嘅態度，就可以睇出佢嘅人生態度。有人一世淨係識點固定幾道菜，唔敢嘗試新嘢，性格都隨之固步自封，死板固執驚奇。有人見到未試過嘅菜式就滿心期待，就算踩雷都一笑而過，當成新鮮經歷。我好希望我哋到咗70、80歲，依然係見到新餐牌就眼發光嘅老頑童期，而唔係拍住台抱怨而家嘅叉燒冇以前咁肥，
冇以前好食嘅固執老人。人生嘅胃口越探索越旺盛越開闊，一旦認命擺爛，話自己看透一切，足夠晒，生命就會加速衰敗。你親手斬斷咗自己同世界交換能量嘅最後通道，死水先會發臭發霉變質，唯有奔流不息嘅活水，先養得出鮮活靈動嘅生命。願你做一輩子流動嘅活水。人生好短，短到冇多餘時間去計較、去妒忌、去怨恨。長期同日日訴苦、哭窮、沉迷過往嘅人相處，就好似坐入一間無期嘅情緒監獄，慢慢被消耗、被內耗。與其做一個令晚輩敬而遠之、滿身霧氣嘅長輩，不如做一個人人樂意親近、鮮活有趣、自帶鮮味嘅老頑童，活得有趣、通透、溫柔，先不枉來人世間走一趟。當你真正活成咁嘅樣子，根本唔需要乞求任何人嘅關注同陪伴，因為你自己就係一束溫暖鮮活、人人甘願靠近嘅光。